要35蚊整懶人版辣牛肉湯同埋空氣炸鍋窯雞。先嚟整一個空氣炸鍋窯雞，呢度2隻雞髀先用咗12蚊咋，比外賣平太多啦。要醃製嘅肉咧係唔可以飛水嘅，所以我哋要將啲雞髀洗乾淨啲。醃製嘅調料真係非常之簡單，2隻雞髀嘅量，3圈生抽，1圈老抽，適量嘅糖，關鍵就係呢個沙薑粉啦，加咗佢味道就同出邊嘅窯雞一模一樣啦。自從發現咗呢個配方之後，我基本上冇點過外賣噶啦。醃製40分鐘，包上錫紙就可以保持雞肉啲水分，烤出嚟就會更加之鮮嫩多汁啦。空氣炸鍋200度30分鐘，天氣一凍咧就想食翻啲熱辣辣嘅嘢，整翻個10分鐘家庭版嘅辣牛肉湯。正宗嘅做法咧係要燉2個鐘嘅牛肉湯，但係我知道有好多粉絲咧都係自己租住嘅，所以咧就同大家分享一個更加之簡單嘅懶人版，只需要一個煲就可以搞掂啦。用肥牛嚟代替牛肉，將肥牛嘅油煎出嚟，咁樣煲嘅湯就會有牛肉湯嘅感覺啦。一殼細辣椒麵，一殼粗辣椒麵，一殼韓式辣椒醬，炒一炒會更加香。再加埋啲配菜，中意食乜就落乜。最後再倒埋啲粉條同埋牛肉，咕嘟咕嘟5分鐘。出鑊前就打多個蛋落去，10分鐘就搞掂一煲辣牛肉湯啦。哇！而家成間屋都係窯雞嘅味道啊！新買啲辣椒粉就完美啦。按照我呢個方法做真係非常之成功啊！簡簡單單又一餐。外賣別想再賺我1分錢，這個配方絕了！睇下呢個汁水真的一點都不比外面賣的差。佢就係窯雞陣味，以後都唔使出去買，自己喺屋企就可以整到啦。大冬天的回家喝上一口，誰不迷糊啊？關鍵它還超簡單。